如果生仔唔再需要自己俾錢，咁你哋會唔會生呢？近日國家醫保局明確咗，2026年實現醫保目錄內嘅分娩費用個人無自付，並且將靈活就業嘅農民工啦，同埋新就業形態嘅人員都納入其中。咁簡單嚟講就係乜嘢呢？實現由懷孕、檢查到住院、分娩過程中所產生嘅費用，包括呢一個分娩嘅陣痛項目都納入醫保。咁其實今年嚟咧，國家已經出台咗好多個措施啦，包括生育津貼啦、大班嘅幼兒免保教育等等，都係鼓勵大家生育嘅。咁但係現在其實好多人唔肯生或者唔想生，好大嘅原因都唔單單係因為錢啦，結婚率嘅下降啦，後期讀書嘅教育問題啦，因為依家都知道小朋友讀書先係最卷噶嘛，都係大部分人考慮嘅原因。甚至乎我身邊嘅00後，現在個風氣，甚至乎唔好話結婚啊，連拖都唔想拍啊，覺得自己一個人更加好。咁今次國家出台嘅一系列生育補貼政策，會唔會刺激到大家去拍拖、去結婚、去生小朋友呢？歡迎評論區討論一下。